今日一定要同大家爆呢料，真係聽完全身舒暢，堪稱係今年最解氣、最夠力嘅香港地頭故事。大家平時去開尖沙咀都知嗰度寸金尺土、人山人海啦，尤其是黃金地段嗰幾間麥當勞，唔好話彈個位坐呀，連趕個位企等拎餐都難過登天。但係呢，偏偏就有人當嗰度係自己家企個客廳，仲要唔係普通霸位咁簡單，係霸住張4人台，自備熱水同滾水，喺麥當勞入面即場食自主杯麵。你冇聽錯，係喺麥當勞食自帶嘅杯麵。呢件事發生喺前幾日，地點正正就係尖沙咀心臟地帶嘅一間麥當勞。當時係午飯嘅黃金高峰時間，全場滿座，一堆剛剛放工嘅上班族，拖住行李嘅遊客，仲有一班小朋友拎住餐牌睇嚟睇去都扣唔到位。就喺呢個時候，有2個遊客拎住2大箱行李，大搖大擺咁坐咗喺張好闊落嘅4人台度。如果佢哋係買咗麥當勞嘅漢堡包或者薯條，坐喺度食咁都算啦，大家都係顧客，理所當然。但最奇葩嘅係，佢哋個台面一個麥當勞嘅包裝盒都冇，反而放住2個自己帶嚟嘅杯麵，仲要係已經撕開咗蓋，泡緊熱水嗰種。大家想象下個畫面，成間麥當勞飄香緊薯條同炸雞嘅味道，突然間有一陣濃烈嘅麻辣杯麵味傳出嚟，成個場面簡直係荒謬到極點。周圍嘅香港街坊同上班族見到，個個都眼神閃爍，心裏面狂講粗口。但係香港人性格大家知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最多係喺旁邊指指點點，無人敢正面上去講。更令人無語嘅係，呢2位遊客唔單止係自己食杯麵，佢哋仲將自己2個超大號嘅28寸行李箱一左一右咁倒喺走廊位。尖沙咀呢間麥當勞本來通道就窄，午市時間人流如潮，有啲推住嬰兒車嘅媽媽同埋拎住寵物嘅老人家經過嗰條走廊嘅時候都要戰戰兢兢，生怕撞到佢哋啲行李箱。而呢2位遊客呢，完全視若無睹，邊食邊大聲說笑，仲將食完嘅杯麵蓋隨手丟喺台面，甚至拿埋自備嘅保溫瓶去麥當勞嘅自助飲水機或者熱水喉度繼續加水，簡直係將快餐店當做咗免費嘅露營基地同免費飯堂。當時旁邊有一位放午休嘅上班族，戴住眼鏡，樣貌睇落大約26、7歲嘅打工仔，已經等咗整整15分鐘位。佢拎住個重磅嘅麥當勞套餐，手都開始軟，幾次想開口叫佢哋挪少少位，但每次一上前睇到對方嗰種理直氣壯、目中無人嘅態度，又默默退咗返嚟。呢種老實人受氣、不文人霸道嘅畫面，喺呢幾年嘅香港快餐店同公共空間，相信大家已經見過唔少。每一次睇到都令人火冒三丈，但又無計可施。就喺呢個尷尬又火爆、全場積聚緊無形火氣嘅時刻，一位拯救全場嘅神級女職員登場啦。呢位女店員睇落大約45、6歲左右，喺呢間分店做咗好多年，平時做嘢手腳麻利，對住啲無理取鬧嘅客根本冇係怕。佢見到呢個情況，完全冇慌張，亦都冇即刻大聲呵斥或者同對方硬碰硬，因為佢好清楚，如果喺店入面大吵大鬧，第一會影響其他食客，第二隨時被人影相上網斷章取義，到時公司又要做公關工作。佢用咗一招被全網封為教科書式驅逐嘅神級操作。佢好從容咁拎住個抹台嘅布同消毒噴霧，好似平時清理台面咁，行到呢2個遊客面前，佢完全冇提起唔准食外來食物呢啲硬邦邦嘅規矩，反而係面帶微笑，用好標準但又帶有一絲不可侵犯嘅禮貌口吻，輕聲但語氣堅定咁對住佢哋講：你好呀，2位，唔好意思啊，我哋公司有規定，店內嘅熱水同座位係優先提供俾購買我哋公司產品嘅顧客使用嘅。我見2位好似未點餐位，如果需要熱水泡麵，可能要麻煩2位去返附近嘅便利店，或者去返公園嘅休息區會比較方便啲，因為我哋呢度現在高峰期，好多買咗餐嘅顧客等緊位，希望2位配合下，謝謝。呢一番話講得有理有節，完全冇用任何挑釁嘅字眼，但又字字珠璣，
直接將顧客權益同店鋪規矩清清楚楚咁劃咗條界線。周圍圍觀嘅幾十個街坊同食客聽到呢番說話，心底裏簡直係拍案叫絕。唔少人暗中向呢位女店員投去崇拜嘅眼神。你以為佢講完就走？未，最絕嘅係下一步。佢講完之後，好自然咁將旁邊一張此台已預訂，請清理嘅告示牌放在台中央，然後好有禮貌咁企喺張台旁邊，完全唔走開，眼睜睜咁面帶微笑咁睇住佢哋。嗰兩個遊客本來仲想裝傻，用普通話講：我們馬上食完，馬上走，甚至仲想拿起筷子繼續夾麵食，試圖用賴皮策略拖延時間。但呢位女店員完全唔俾機會佢哋拉扯，繼續用好禮貌嘅聲音講：真係唔好意思啊，我哋呢度真係唔可以食外來食物。如果公司主管見到我，會被扣錢同處分嘅，請體諒下我呢個打工仔啦。呢一句請體諒下我呢個打工仔，簡直係神來之筆。第一，佢站在道德高地，表明自己係按公司規矩做事；第二，佢將矛盾由顧客同餐廳嘅衝突轉化為你食外來食物會害我呢個打工仔被扣錢。呢招軟中帶硬，直接封死咗對方耍賴嘅借口。如果對方繼續霸住唔走，就唔止係不文，更加係喺度欺負一個基層打工仔。成個道德天平瞬間徹底傾斜。嗰兩個遊客見到周圍咁多隻眼睇住，加上女店員直勾勾咁企喺度溫柔注視，氣氛尷尬到極點。佢哋終於知道今次遇到硬茬子，再拖落去只會更加難堪，唯有默默咁捧住兩杯仲未完全泡熟、麵條仲硬邦邦嘅杯麵，拉住兩個大行李箱，灰溜溜咁離開咗現場。成個過程唔多唔少，正好2-3分鐘，冇爆粗，冇拉扯，冇場面失控。女店員用最文明、最合情合理，但又最無情嘅方式，完美解決咗呢場霸位危機。當呢兩位遊客拖住行李離開嗰一刻，現場好似解封咗某種沉悶嘅氣氛。旁邊幾位等咗好耐位嘅上班族同老人家，第一時間順利坐低。那位等咗15分鐘嘅打工仔坐低嗰一刻，鬆咗一口氣，仲特登向女店員講咗句：姐，真係唔該晒你。而女店員只係微微一笑，好淡定咁抹乾淨台面，繼續投入佢忙碌嘅工作入面。宛如一位揮一揮衣袖，唔帶走一片雲彩嘅隱世高人。事後有現場嘅街坊將成段過程影咗相同寫成文字，上載到本地熱門嘅社交平台同討論區。萬萬冇想到，短短3-4個鐘頭，呢篇貼文就獲得咗超過1萬個讚好，成個香港嘅討論區都炸開咗鍋。網民紛紛大讚呢位女店員真係太治癒啦，呢啲先係真正嘅高 EQ 打工仔。終於有人出嚟治下呢啲不文行為啦，簡直係教科書級別嘅應變能力。仲有唔少網民留言表示，應該要發起一人一信去麥當勞總公司，要求管理層俾呢位女店員升職加薪，甚至頒發一個最佳員工獎俾佢。講真，呢件事之所以會喺網上引發咁大嘅共鳴同回響，根本原因係呢幾年香港人真係忍咗好耐，積壓咗太久嘅無奈感。大家都知，香港係一個快節奏、講求秩序同效率嘅社會。平時大家去茶餐廳、去快餐店，甚至係去公眾休息區、港鐵車廂，成日都見到有人拿住外來食物，霸住啲位，甚至拿住一大包行李，佔據4人台、6人台，令到真係消費嘅老實人冇位咗。大家平時打工已經辛苦，放工放學想安安穩穩食個麥當勞，都要睇人面色，等位等到傻。好多時，大家遇到呢啲不文行為，往往因為怕麻煩、怕衝突，選擇咗忍氣吞聲。老實人往往變咗食虧嘅嗰個，而嗰啲無視規矩、公然霸道嘅人，反而每次都可以得逞。長此以往，這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現象，令到好多守規矩嘅街坊感到好沮喪。今次呢位神級女店員嘅做法，唔單止係維護咗麥當勞嘅規矩同餐廳嘅正常營業秩序，更加係幫成個香港嘅老實人出咗一口氣。佢用實際行動話俾大家知，遵守秩序同規矩嘅人唔應該永遠係食虧嗰個，公道自在人心。只要有理有節，
根本唔需要怕呢啲不文行為。再者，呢件事亦都反映出高明嘅溝通技巧同情緒控制喺日常生活同職場入面係多麼重要。如果當時女店員選擇直接指住對方大聲罵，或者粗暴咁拿走對方嘅杯麵，事情好有可能會演變成一場體育衝突，甚至會被有心人剪輯影片上載，造成不必要嘅公關危機。但佢選擇咗最文明、最有禮貌，同時又最堅定嘅態度，既保護咗自己，又保護咗公司，仲順便幫全店嘅顧客討回咗公道。呢種軟中帶硬、理性有據嘅處理方式，真係值得所有做服務業嘅同行學習，甚至值得大家喺日常生活處理衝突時借鑒。希望呢位神級女店員可以得到公司嘅嘉許同表揚啦！呢啲先係香港需要嘅優質服務、專業態度同地道智慧。秩序需要大家一齊去維護，老實人亦都不應該再受氣。大家平時去食飯或者搭車，如果遇到呢啲霸位、食外食或者公然不文嘅情況，又會點樣處理呢？係會選擇默默忍受，定係會好似呢位神級店員咁，用智取嘅方式站出來呢？